有人关心，有人批，生活有大变的方向，些人呢可能都唔会行岔路。向下来看下个例子，桃园少年傅育燕去年呢真呢干乐团，因为桃园高雄乐团的团长郑永生，担任上音指挥陈梅勇，屯亚嘅先生，以到43岁，佢当时嘅眼神演奏干乐。1年过后，伊能去参加104年全国学生嘅音乐比赛。喺今年嘅决赛拿到嘅合奏同5重奏嘅体育，我当然都唔敢相信，想唔到一群笨蛋5线谱都看唔识的眼神，短短1年都有安尼嘅好成绩。当然成绩唔系重点，係伊能本人看到音乐带来嘅改变，生活有目标带来嘅改变，韩国重要嘅係有人唔放弃伊能，评论伊能带来嘅改变。行业图上高天天的门禁管理东洋的桃园少年傅育燕，仍然就谈起到好谈嘅干乐生，本但应该系建筑有艺术嘅素材，而下系知道加动轻松。声音要把它打出来，棒！它不是很炸的，但是它是有弹性，然后声音要吹短，棒，不是啪，也不是呵。一条伴乐器嘅儿，做千把电器案，系本人盼爱感化教育嘅少年，一下嘅一条认真接触音乐，而成有嘅新嘅想法。以前脾气很冲动啊，就别人跟我不开心就会发脾气。然后学乐器，如果不开心的话，吹乐器就会让自己脾气变比较少。因为音乐唔但唱人嘅心就较甜，不过伊当年想唔到嘅係，加到今年3月嚟去參加全國學生嘅音樂比賽，喺團體決賽當中得到干樂合奏同過5重奏嘅體育。行卡唔敢相信，大部分嘅人頭下馬連5線譜都看唔識。按體育班我都看見到稍微練習一下，哦，要玩樣，哎，噴到哎五音不全啊！那一些，我知道個院長哈，我就講，院長其實講啦，佢上來本佢都係來參加比賽，音樂比賽。我聽我講音樂比賽，佢院長親就駕駛咧哈，因為你看人都後生要按吐出去，冇簡單咧，所以我講要個院長按就個心哈。我講好啊，我是來試啊。桃園少年傅育燕去年3月的起始，邀請桃園高雄干樂團團長陳玉珍同做送音指揮嘅每夜陳梅勇，用小小嘅重點比來培訓亞洲4個嘅。為到短短嘅1年內，帶領亞洲新育嘅去參加比賽，頭下馬陳梅勇每次都冇可能。我觉得那个过程是那个向心力的凝聚是最让我感动的。其实他们这些小孩子，某方面来说很幼稚，因为他们很容易一个小口角，然后就会斗起来。但是他们会因为这一件事情，然后大家互相去忍耐。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收获最大的。移动也是这个旋律吗？先生對清基本嘅5線譜教意思，都教音樂譜，親密老國嘅分譜先拍起來向下演奏。眼神感受味道也到先生按用心，每天天嘅對樂器有個興頭。比賽前接送1日1練就可以7、8點鐘，等佢送去舞台架下，也到如此都動感痛。因為比賽也只有那一次而已，就是拼拼看。那時候就是上海的時候很感動，因為沒有想過自己會有那麼一天，就是站在一個算全國性的舞台上面。那時候真的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大亞洲4個嘅出去比賽，上係所有矯正機關都控傾斜嚟做嘅。
总共也到4年内行出更多按样的演技，就是有风险。对我们管教同仁来讲，真的是压力很大，因为出去50个，一定要带回50个。我们希望说，让学生能够学到一般别人所没有办法学到的这个音乐的技巧而且是那么好的一个老师的音乐家来教他们，那让他们有一个舞台，增加他们的信心，我相信这个是值得的。是为有意的4年内，认真按内来改变，就懂得乐吹度好，有人感化期间结束出去的，还会去桃园高雄管乐团来练习。一切目的啊，你是讲是希望讲咧教化遐的学生因为莫不找不到遐的偷白个的坏片就夹到空下，几多才是会变。你也讲早夹到空下，该是难的。所以嘅亚条成员还会到饭堂、线头发通当中来表演，分享亚条嘅故事，从佢小文入到少年妇幼院开始好社会，离开过后自家学 B-box， 佢老亚2項勇敢起來，又再個創新，還打算會依靠嘅錄音樂。现在街头艺人没有人这样子，我就是可以一边吹，然后一边加 B-box 在里面弄，才不会断掉。其实还没有想那么多吧，现在重心目标是在街头艺人。大学等高中读完，应该会上大学吧。那位嘅隨意嘅笑容，當日出台練樂器，去打工存錢，未動身忙去補習。家嘅人生是目標，係想會考到大學嘅音樂呢。学音乐让我改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重点是有很多人想帮助我，我是觉得说不能辜负他们的帮助，他们的期盼真的是蛮多的，就是院方的科长还有团长指挥都很想帮助我。我自己也很想，就是走回比较正规的路。他只要这样一路下去，我是一定会后面就是会一直支持着他啦，对啊。那他的改变真的是很大到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改变最大就是变得很居家，他只要有空闲时间，也是几乎都待在家里。对啊，就是起码我看到他，我就是觉得很安心、很安慰。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本一团练习曲本亚妈妈堂，亚妈妈堂到小咪咪耶，一位音乐亚来耶，一位全新的乐队，新的开始。音樂是可以起頭，行下重要嘅係，也到實行茶路嘅4年內，啲行起有人同佢做伴，佢唔會故事。安尼嘅也到會行下有信心，行講前，行出新的人生。